谁空空真精神？我还没有开嘴，嘿嘿，你吹来倒狼狈了啊！去！哦，两位大哥，我不是乞讨之身。那你嘿嘿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是政府亲戚，你家老爷审美的，我的。你竟顾及我们老爷的名位？哎呀，我是你家老爷的，冒您顾忌，该当何谁？为什么要当成的？老顾家，这个就是经过谁来冒您顾忌？待我分来。你是后奴方切。哎呀，原来是方大爷来了，我能忘本几个小臣。老顾家是方大爷，快方大爷，你才是少待片刻，我去禀报老爷知道。老顾家，他是老夫人的娘家侄儿，是由于小姐青梅竹马，你们哟，哎呀，方大爷，小女有爱不是他在听方大爷娘子。起来，下次不可小看穷神。下次不可，下次再也不可。这在哪里？这在哪里？这在哪里？你来的正好，快跟我到厅去啊！老爷啊，老爷啊，老爷啊，方大爷，
生生一世都是你，是高是低乐不平，今些放假早不赢，我常将你母子挂在心，怎么是兵荒马乱干了情？也是让想你女父母啊！哦，这样吧，看来黄本配地，这节古梦上来云听，莫用跟你跨骏马，排在水里大门进，我要回动总归兵。去谁来？我在这听等你，我在这送公啊！送公义，不敌生意，无人心，不枉我千里迢迢来去，杀去了一地清清清公毛。
我先替你们可以养东西。红云，老太太到小地方中将那件宝贝拿来。是。哎，老太太，当心点。晓得。来吧，来。御史夫人，那是件什么宝贝啊？是啊，当年我出家的时候，我家嫂嫂接进了我一件家长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太太来了来了。老夫人，小姐命我把珍珠塔拿来了。
啊，你谁这样去拜谁嘛？那上好不知故的情谁谁里为大不好分，能谁等亲故的他命哦，配当结果莫用我跟你陪起水里高跨军马，从大门而进上彩老爷可是领父亲，长在中村里北京，他在上他去拜谁？时候米代中对。婶儿啊，刚才的题你都看到了，还想让谁听拜谁嘛？这妈上里该去拜谁？李三不真乃是听，故毛米子呀顾家，我来快得我的心。知道最好。红云，让他堂前方大爷500个事是。哎呀，老太太，府上大小百姓是无宾客，我可啊，只能委出方大爷到外面小看噻。婶儿啊，你看呢？神父有方收拾金，今日内用我一人。那给弄的去神父家在大外姑真为去来10几分，莫非故我义我穷，有意将我推出门。上一道七道桃花也是神，故某他真为人落闺女亲，定是红云势力。是了，姑妈，我小客在里家生。好，婶儿啊，我马上要到水塘去了，有什么事快说吧。红云，拿被窝。妈，只因家乡早在，方有把里当夫人。我已经知道了。好帽子泪落他乡之人当，风骚里来月当灯，一日不醉难斗人。得风冒名来亲。婶儿
请不鸟，那就见死不救之理呀。多谢姑母。是儿，这样吧，等忙过这2天，姑母我催些私房银子，请你啊。姑母，我娘还是等我回去呀。你要多少银子啊？100。80也是可以了。是儿，你不知道，这小有小难，大有大难呀。姑母，谁说你家就我的？家？那么是儿，老娃说有家有位，再嫁不能。你嫁了我个银子，当是什么时候来为呀？等嫂，功成名才。功名不随你。进公道，来你家中奔奔离离送红堂门，开在母亲来做证，最好是心中拉拉好中高升。要中高江的我生气疼生在就是公哪里去找从八
骄傲貌似两高升，时而啥有飞升升，从人能听来报恩。是儿啊，你这副样子，为将宋真美的。喏，有自长是君臣，我把12太不去，后心少听为将相，当初也是苦出身。休将地上比不在，一天上没有高度名。命运心上生死处，却是我故地老大神。你故地这样，你故地这样，故地他昔日落难在后路，他现在马少兵。你大胆！你这穷鬼中大情，穷子穷弟穷混了命，此地是啊堂堂与世不来人心，并不在西厢台上无人人。看你有理来讲来，子弟心强相共鸣，上清法有高古走，十三西方相东营，上清法有高古走啊，母亲月亮一空心，上清法有高古走，毛主必带出能生，天就开花结龙鳞，滚石沟里能听行，上清法有高古走，兵兵青蛙打青云，自古里跳龙门，王金我比麒麟，老子身上好几年。上清法有高古走啊，是非是宋的宝台在主人。气死我了！四里功劳心上四母亲命，谁不心？
杀去你陈家营，好还要跳过你陈家门，我又再到襄阳，在富国君呀，富贵永保平你们。好，你咋能对得武上身穿红袍，要说肉大做等少休，开路海道，摇摇爸爸摇摇上我们，为姑母对顶下部十八斤，三步一把定上情。此话当真？言出是谁？绝不更改。告辞。不说。叫我往哪里走呀？那左之位，右之位，这个花旦穿出来，最好是娘家噻。你是花旦啊，一个嘴不得出门了吗？记都记不清楚，快快带路。带路？本个你说我肚皮以为饿着呢，要到黑大吃谁没吃了？什么样的主人，谁有什么样的奴婢？左周位，右周位。高大爷买醉。你是后生？我家彩礼，我家小
这副样子，赏你吉祥了。吉祥书，表弟做事，表弟。小弟要尽不劳，告辞了。表弟，老娘请表姐带出故地去你谁？请表姐带上故地去已告诉了。
用陈家之言。新世纪呀！啊，方大爷，你是称是还是付出啊？报应而为。呀，此去后日，千里迢迢，你身无分文时候去的呀？方大爷，我这里有银子一锭，你拿去当补偿吧。我就是不用陈家之言。呀，这些又不是陈家的，是当地贵宾们杀死给我的呀。那，我也不能拿你压头的谁呀？哟，丫头的谁？难道谁不是谁吗？这。方大爷，你在听下啊。彩笔
他是吃了气死又为生？难道他是家的里人扶持你？想不到我神穷不是狗的心。人不离宝，宝不离身，双手碰到太平城。背错了。我为当心的。方大爷，随我来吧。我跪下。老夫人，要是的，我早日死了，还有好事，我再来问你，你家小姐是
送去那个穷鬼的，到底是一包什么样的古典信？里面可有金银珠宝？我没有看见，不知道。平日你与小姐阴阴不离，什么事能瞒得过你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不信你去问小姐。啥？你经过定罪，红云老太太，那家法借我打死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太太要我打你，不要管我。谁？为什么要打彩兵？不用你管，我偏要管。彩兵起来，跪下，起来，跪下，替我起来。彩兵，你是为什么要打你？老弟不管。有我在此打得将来。这位小姐送去方大爷一包古的信，老夫人再三问我里面有没有金银珠宝。哎呦，老太太，谁啦？红云，老太太，替我把他摘回来。老太太，你这老不一样。方清是你娘家臣，体力调调来陪亲，你不该不醉不醉他的神医虽弱伤他心。你不知道，他当下风水之女，吃我的罪，害我的财，为是你是个卖烧饼的。本来是个卖烧饼的嘛，放下我真心说，今生今世报不尽。想当初上飞放家谁理我不知漂泊到几层。你真老实了啊！你有进来对我这次谁来把浮云？我进沈家父，我离方家放下兵。说什么风云精神西藏你，分明是方家提携我人功名，莫说是女儿送他一包古的信，红线送他十包金猴银，实在我估到九松亭，一将女儿去放弃。啥？你为要把女儿嫁进这个穷鬼八嘎顶啊？我们是外事，人才有志，才他有出息。嘿！一个为我家女儿，一个娘人的心，妇女看出来。
我是了要得一个身后出关，机上落落何时能送与我母亲的一路之上，我饥饿难熬，也没有送得吃上一口。哦，壮士朝不义气，no，壮士情哟，就是啰嗦，打开看来。好，打开看来，打开看来。啊！表弟呀。
家规。大家
胸化解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保重身体，小姐。那他怎么隐姓媳妇？小姐，老一派忘不老爸爸，到后日下世2个多月了，兴许现在这几天才会有方大爷的消息。但愿如此。哎，小姐，昨日夜里我做着一个梦，梦见了什么？是啊，什么梦啊？你们不要接听哦，是。昨夜呀，我做了一个就少之去而生，他母子才有产后的我愧对方家重生生
话本。老爷见了小姐，千万不要惊慌啊！是，事情呐好，你猜我来。
本我一定以说黑当报说定去。他也有为是荒谬啊！那既是我最好，哪个要他为报呀？彩萍，小弟，这个小弟，怎么你的笔好啦？小弟，我到花园给你采几枝花来。老顾家，小姐，我就骂他老人家可好？好，他老人家好得很呢。哦，他问的你问到你呢？哦，他问我什么？问你现在长得有多高？漂亮？不漂亮？嘿，有没有许配人家？老爷，哎呀！难道就我不知道弟弟？王芬，难道方大爷没有把九松林许婚之事禀告九少知道吗？方大爷他没有讲啊。他为什么不讲啊？方大爷他害羞的很，不好意思讲。哎呀，那你也应该当面禀告九少知道啊！嘿，我当面禀告了老夫人了，红人应允的。老夫人听说你把小姐许配了方大爷，他厉声称好，笑得你嘴都合不拢喽。老爷呀，你这封假信烧得好，性命我要心呀！哟，我的恨都叫你吓出来了啊！小姐，老爷，小姐，方大爷来啦！他人在哪里？他是常到银楼走去的，得来看望姑母的。我没有来时，他是奔来云堂去啦。他常到行了，小姐，这是他送进的地方，贵的信。彩萍，
山话，走路不动音，各唱各的饭，各是各话地呀听，气得我为天兵发作心烦痛，谁家我老对方老太太，你娘家那个宝贝婶儿方大姨来了，她来了，是啊，可有鬼？有鬼的什么鬼？毛竹鬼，毛竹鬼，红云啊，老太太，毛竹鬼是几品几阶的鬼啊？老太太，我是说方大姨，不是这样啥？这样丑的毛竹鬼唱到心啦，他唱到心来了，是啊。红云啊，老太太，你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，真明白了，真明白了。哦，哎呀，老太太是真是假？叫他进来，当然唱一段。不得知道啦。后他进来是方大姨，进来吧。
在上，十儿方请拜祭姑妈。罢了罢了，走吧。谢姑妈。红英啊，老太太，快去拿香姑妈，那香炉做什么啊？咦，贵的水儿你呀？姑母取笑了。哟，3年前的老脾气还没有改呀？水儿啊，你别塞在，今日又是什么风把你这吹来的呀？姑母，少苍道人龙公子弟得来拜访姑妈。水儿，是你真是姑母心里也是不舒服。今天能非差一chút大人叫我听听，让姑母也好开心开心啊！姑母也想听道信。好，帮你出众评审，带我唱来。妹，我要地唱。地唱？好，西行黑虎，江湖必经，胜利必来。我也不要听西行黑虎，而不要听江湖必经。姑母是七手虽言之人，你见我唱的西人，西人会唱吗？会唱，会唱，唱也却互相知得到。好，唱嘞。是。黄花披离开，小道下谁来？玉骨一声响，应得忠心来。我送人哭到你家更少，浑身洒
不好，请顾某赐教。你听啊！一不好，谁到那里上不好？谁来打马儿不好？雨林乡那里不好？黑风自下不叫，谁不好？打破江人哎不好，真爱不是你话爱表，你重心为他掉，在心家要高，四不好，黑分那只二不好，一听话无谁要笑，五不好，说无道不是嘴不好，到处吹牛无路道，六不好，我真不是谁不好，身上的皮带你谁不牢，七不好，拉皮娃女七不好，不能一杯就不能跳，爆了个一股干嘛，你只都干不了，八不好，说不离落的飞不好，今生来出大红包，九不好，大事多做要不好，今生来做肉怪汤，十不好，家开楼自家不好，谁能好家不家了，家不得人好不好，人人给为你谁来分当上。我娘，你为我看过相。他一定是虚伪奉承。哦，他比你看得真。娘说我有想好，谁定能不当道？娘说我对儿有伤得好，一定要到沙帽，打了沙帽为一笑，砸下无法要和相调。今年大家到嘛，北京为了当地风嘛，娘是我兄弟几块自己造，谁定出大红包？出了红包为一笑，他去红包要和少。今年不发美好，明年为是书记同意吧。把为情路了，谁定说肉桂汤？说了骨头为一香，要说平安的情了。要是人来做即使谁来老家，要穿上袖三层道，包头龙头上，最在遇到像大高桥，摇摇爸爸爸爸摇摇金当上。姑妈，你是光耀不光耀？哪里的孩子才好？为你有理来有要，披上一副个长白领，梦想不不当道，商家出了你这一世道，人家谁来再上？你哪个嫂子离婚一家，不必表弟，见见面，带带心啊！红云啊，他去把老爷小姐统统接谋过来。
母亲，我自己来喽。快进来！三年前我早才料定，你大难不死，是必有黑不的呀！3年了，一家人哪个都行。红云，老太太上啥？上啥？你。红云，老太太，我来问你可记得3年前你家方大爷在这里说了些什么？记得的，方大爷说有过在当襄阳来，不过不定人家12，红云，他说的对不对呀？说得对，说得对。啊，红云，老爷，你可记得3年前老太太在这里讲了些什么啊？老太太说上次方大爷走了高官，我在对定下步18斤，3步一把，再放弃。好儿，你记住才好。红云，老太太，我再来问你家老爷又说了些什么？老爷子，我认识过，才要他们开，要等放弃来。好，老爷，今天宝贝12他到人来了，这大门还要不要开呢？当然要开的。弟弟，母亲，表弟今年1把干的心，你还是
下不为人，不为